個話係男人嘅專屬啊？女人飲啊都唔知幾好啊！仔啊，下嚟幫手。咩事啊媽？係啊，河南呢啲咁嘅天氣啊，我都頂唔順啊，煲個湯嚟飲下。好靚喎！哇媽，咩咁貼心啊？知道男人飲呢啲好啊？邊個話係男人嘅專屬啊？女人飲啊都唔知幾好啊！熟地個個都知道係個寶，但係效果點樣呢？就睇下你搭配得好唔好啦。熟地係六味地黃丸嘅主要成分。今日燕姐同大家分享一個女人非常之需要嘅四物湯，佢嘅搭配就係熟地黃12克、川芎8克、白灼12克、當歸10克。嚟到河南之後，覺得個天氣都幾凍啊，凍到真係凍手凍腳。然之後呢，燕姐買咗啲羊肉，加埋呢個四物湯，煲湯嚟飲。嗱，先將飛咗水嘅羊肉放咗落去，再加水落去，嗱，冚好蓋，先大火煲滾佢，然之後收中細火煲1個鐘就得啦。哇，好正好正！先加少少鹽落去調味。哇，好正啊！此時此地喺度整翻碗啊，成身都紅晒。呢個湯啊，特別我哋啲女士姨媽前後嚟翻碗啊，特別好啊！呢個千古名方，你哋一定要飲起嚟啊！